弟兄姐妹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终于来到上帝说话的时候了。今天的经文在约伯记38章到39章。上帝在旋风中出现，他对约伯说：“你是谁，竟说无知的话，对我的智慧表示怀疑？你站起来，像一个有勇气的人。你要回答我问你的话。”上帝出现了，而且他要约伯来回答他的话。他一开始就说：“我创造世界时，你在哪里？”透过这一连串的问话，我们会发现上帝不断的在挑战约伯，也邀请约伯从原来他自己的视野，要进入到上帝的视野。上帝问他这个许多的问题，不外乎就是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你在那里吗？你曾在我创造那个的地方吗？你知道我是怎么去做这件事的吗？你能够像我一样有能力来做这样的事吗？透过这些自然的现象，透过这些天体的定律、自然法则，还有动物的这些习性，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他们的差异，上帝不断的在问约伯：“你曾在那里吗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你知道那怎么形成的吗？你能够像我一样吗？”我们很明白的，也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没有人能够像上帝一样。在这段对话当中，我们会发现，上帝邀请约伯从他原来的视野，原来自己只陷在苦难中的思考，他现在要跟上帝一起回应上帝的问题，要进入到上帝的思考，要进入到上帝的眼光，要进入到上帝的模式，去发现、去看见上帝的心意。上帝问约伯的这段话，你有被上帝这样问过吗？你曾经有听过上帝对你说话吗？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了这些话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？带来了什么样的眼光拓展？愿上帝赐福大家，让我们能够透过每天的在家会主，从我们自己原来的视野，可以看见上帝邀请我们要看见的视野。愿上帝赐福大家。